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感謝主，今日可以見到大家弟兄姊妹同埋各位朋友，同埋線上邊有可能睇到呢個崇拜嘅朋友。我哋感謝主，今日係復活節嘅慶祝，所以今日大家嚟到，我哋願神嘅祝福賜福臨到每一個家庭、每個角落、每一個社區、每一個人嘅內心嘅深處。我哋一齊做一個祈禱。我親愛主耶穌，我哋多謝你，我哋感謝你，因為主耶穌你係已經復活嘅主。你係萬人之上，你係眾軍之上嘅神，但係你係一個滿有憐憫慈愛嘅神。你喺十字架上為我哋而死。我哋求神，你今日聽神你自己傳講嘅信息嘅時候，接住你僕人講嘅信息嘅時候，求神你自己嘅憐憫、你嘅慈愛、你嘅拯救，就臨到每一個人嘅內心裏邊，使眾人都了解到神你係拯救嘅主，你都係復活嘅主。奉耶穌聖名，阿門。今日我哋要講嘅題目就係有一個同復活節好有關係嘅題目。當主耶穌佢復活嘅時候，門徒都非常嘅興奮，喺一片震驚底下，不懷疑不信底下，終於主耶穌再次嘅向門徒佢哋證明佢係已經復活嘅主。我哋大家一齊嚟到去體會喺主耶穌復活之先有一段嘅片段。喺主耶穌佢入耶路撒冷之前，佢曾經有一件事情發生，佢同門徒之間有一個嘅經歷。門徒當中嘅幾位突然間見到主耶穌佢變像，喺山上面神嘅榮耀臨到佢當中。當時門徒隻眼幾乎睇唔到主耶穌，因為神嘅榮耀臨到佢身上。自從嗰件事件之後，有兩位門徒雅各同埋約翰就一直擺喺心裏邊呢件事。喺馬可福音第10章嗰度講到，西比泰的兒子雅各、約翰進前來對耶穌說：夫子，我們無論求你什麼，願你給我們作。願你給我們作。當時耶穌說：你要我給你們作什麼呢？佢哋回答嘅時候就即刻講一句說話：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裏，在你的榮耀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佢哋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佢哋心裏邊仲諗起耶穌之前變像嘅時候，因為當神嘅榮耀臨到人間嘅時候，人世間一切嘅憂慮、恐懼、懷疑都消失，好似人世間一切嘅悲痛都驟然間失去一樣。佢哋心裏邊就有一個盼望，有一個渴望。神啊，如果你有一刻臨到呢個地上，世間一切嘅痛楚都消失嘅話，係幾咁好呢？雅各同約翰就嚟到耶穌嘅面前，佢哋就話：我哋求你賜俾我哋再次去到你嘅榮耀裏邊，一個坐喺你嘅右邊，一個坐喺你嘅左邊。佢哋盼望主耶穌臨到嘅時候，世間一切嘅痛苦都會消失，佢哋就可以見到盼望。但係主耶穌跟住有一個回答，我哋可以諗一諗喺人生裏邊。各位大部分嘅都係移民，你哋嘅仔女可能喺呢度長大。我哋做移民嘅嚟到新嘅地方，咁多年嘅掙扎求存、拼命，我哋嘅目的何在？人生裏邊我哋尋求嘅，喺我哋努力嘅奮鬥底下，我哋究竟要尋找什麼咧？我哋人生裏邊要揾嘅係乜嘢咧？咁咩嘢事情喺我哋人生裏邊價值係最高嘅咧？係咪知名品牌咧？係咪 Coach 手袋咧？究竟 Coach 手袋俾唔俾到我哋人生裏邊最大嘅盼望咧？我記得我有一位朋友，佢5年前曾經過嚟美國，佢喺加拿大過嚟，咁就後來返咗香港工作。咁每一次
翻過嚟美國嘅時候，佢都會喺我周圍嘅朋友嗰邊住嘅。有一次佢嚟到我屋企嗰度住，佢就話我要買好多 Coach 手袋，但係 Coach 手袋使唔使到你生命有光輝咧？大家喺呢度移民嘅居住嘅父母，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哋嘅仔女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寶貴嘅。我哋拼命嘅喺呢度工作，希望仔女就入到優秀嘅校區，所以我哋揾嘅地方一定係好嘅校區。location 好緊要，揾到好嘅 location 之後，佢入嘅學校一定係要優質學校，因為將來有一天佢入到希望嘅就係名校，佢嘅將來就會充滿光輝燦爛。我記得我30幾年前我嚟美國嘅時候，啱啱係97時間，好多嘅家長要將佢哋嘅仔女送嚟美國。嗰陣時候，我仲記得我嚟美國之前，我好唔開心。我話點解要離開屋企？喺屋企咁開心，點解要離開屋企？我好唔開心。但係我父母就堅決同我講：你要離開香港。父母嘅心一定係想仔女有美好嘅將來，有美好嘅將來。但係優質嘅學區係咪一定能夠決定你嘅將來咧？你將來一生嘅榮耀係咪一定輝煌燦爛？係咪就係決定於你嘅學區咧？我記得我嗰陣時好多年前喺 San Jose State 讀書嘅，好多古仔嘅，將來有機會大家再傾。好多古仔，我太太都喺度，所以好感謝神。我哋喺個 San Jose State 讀認識嘅，喺個校園團契裏邊。咁當時我記得我喺個 campus 嗰度撞到幾個香港嚟嘅大學生，佢哋喺嗰度有個學校園嘅團契。咁我就走埋一次同佢哋一齊喺個校園裏邊嘅 campus 個草地嗰度祈禱。唔知點解我自細有一個嘅性格，好中意挑戰。我就講一句說話，我唔知點解我講一句咁嘅說話，我就話：如果有一日你父母病咗，你情願讀書啊，定係照顧父母咧？願唔願意放低自己嘅學業去照顧父母咧？我唔知點解我咁諗當時。我當時我父母係健康好好嘅，但係我就中意挑戰，講呢句說話。究竟父母緊要，定係你嘅學位緊要咧？有時人生嘅抉擇就係在於一線之間。等到我哋高等學歷之後，或者我哋希望可以進入好好嘅公司，係咪？喺呢度 Pleasanton 比較離遠些少，我住喺灣區南灣嗰邊，全部都係高科技嘅公司。咁其實我都喺裏邊打滾咗幾十年，好多唔同嘅公司，大公司、小公司我都做過。係咪高科技嘅公司就等於決定你人生嘅一切就係燦爛咧？我唔知點解當時我喺大學嗰陣時候我就做咁嘅挑戰。仲有其他嘅我自己人生嘅細節，將來有機會大家再傾。但係高科技企業係咪一定就係你人生嘅將來？最近呢一年 AI 特別嘅蓬勃，正係開發嘅時候，好多嘅人，好多甚至係高企業公司嘅 CEO 都問緊呢一個問題：AI 會帶嚟幾大嘅幫助，定唔係咧？好多嘅研究家、分析家都仲係諗緊呢個問題。而家呢個世界好多嘅改變，我哋想或者諗住。希望對將來對我哋人生嘅穩定係咪真係能夠帶俾我哋人生嘅將來咧？對於 AI 嘅事情，將來大家再傾。甚至做生意嘅，我哋都希望輝煌騰達，生意興隆。
呢個係必然嘅。我哋人生都希望我哋將來係燦爛光輝嘅。父母希望佢嘅工作係穩定，有美好嘅工作。點解咧？因為父母嘅一定諗嘅就係仔女，佢希望可以供應仔女一切嘅需要。我記得我自己嚟讀學生嘅時候，我父母唔能夠有足夠嘅供應對於我讀書，所以我讀書嘅過程裏邊，我好多嘅掙扎，因為唔知道究竟有冇飯開，所以讀書過程裏邊有好多咁樣嘅掙扎，仲有啲嘅掙扎將來再傾，因為如果唔係今日講唔完篇道。但係感謝主，我喺嚟美國之前嗰一年就信咗耶穌，有啲古仔嘅，將來有機會再傾。信咗耶穌之後，我開始去問神好多個問題，但係感謝主，神帶我去到一個嘅教會裏邊，一個查經班裏邊，喺當中成長。我仲記得我去一個美國教會啊，係 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咁我即係參加 choir， 我唔識唱歌嘅。咁當時咧，個 choir 嘅 director 係美國人嚟嘅，好 nice 嘅，對住我哋笑，好開心對住我哋笑。咁我心諗我唔識唱歌嘅，你對住我笑都冇用嘅。咁我就企喺嘅 choir 嘅後邊嗰度咁樣。啱啱原來我企喺我前面嗰位係一個韓國嘅女士，比我年紀大好多。我當時係學生，係 sophomore 第2年。佢喺唱歌嘅時候，佢個女高音就唱出嚟，我整個人就覺得係去咗另外一個領域裏邊。自從嗰一次聽佢唱女高音之後，我就被佢唱嘅歌所 inspire。所以而家我同我太太好中意唱卡拉 OK。所以人生裏邊有啲嘅事情你經歷嘅時候，你會俾你睇到生命裏邊有另外一種嘅輝煌同光輝，係世界上睇唔到嘅。我哋人喺唔同嘅民族裏邊，唔同嘅時間都知道一件事情，權同勢可以帶俾我哋人好多嘅威風感啊！所謂喺以前嘅文化，權力係好緊要，一切都係以權為主，所以係唔覺得有自由嘅。但係嚟到美國之後，我感受到，都開始體會到民主嘅重要。但係其實主耶穌喺呢度講嘅唔單止係民主，喺呢一度正話啱啱睇到嘅所有嘅唔同嘅方式、唔同嘅人生嘅片段，我哋所一切嘅尋求，其實我哋希望我哋人嘅生命係充滿光輝、充滿榮華。但當時主耶穌就講到另外一件事，佢話門徒雅各、約翰，你想見到我嘅榮耀，你想見到天父賜俾我嘅榮耀，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穌叫佢哋嚟，就對佢哋講：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但係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主耶穌知道人嘅罪性一定係想尋求君權嘅，因為人往往以為掌權嘅就可以帶嚟一件事情。其實聖經裏面講到話，人犯了罪就虧欠了神的榮耀。呢句說話將佢調轉嚟講，就代表一件事：神創造每一個人係照住佢嘅形象嚟到創造。當我哋出世嘅時候，我哋一大個識照鏡，我哋好想嘅喺從鏡裏邊望到自己嘅樣子，希望會反映出上帝嘅榮耀。我哋其實每一個人都唔知道。我哋希望可以做好多嘅事情，
無論係努力嘅工作、努力嘅賺錢，或者喺家庭裏邊一切嘅辛勞，甚至養大我哋嘅仔女。我哋年輕嘅時候拼命嘅讀書工作，我哋心裏邊其實就好似約翰同雅各一樣，我哋希望，我哋盼望可以見到我哋嘅生命有燦爛嘅光輝。點解咧？因為神創造我哋，呢個係神創造人每一個人嘅內心裏邊嘅渴求。從我哋細個，我哋已經係正在尋找呢個渴求。主耶穌話：如果你想尋找，見到你生命裏邊有榮耀、有光輝嘅話，你唔好咁做，唔好學呢個世界，唔好尋求喺世界裏邊揾到你生命嘅光輝。佢講到一句說話：你們中間誰願在你們中間為大嘅，就必作你們的僕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嘅僕人。如果邊個想做大嘅，先做細嘅。我好感謝主，我細個至少我同我屋企兩兄弟，我同我哥兩兄弟。咁我哋冇妹嘅，我哋好想希望有個妹，好開心，因為兩兄弟嘅難問頭打波係咪先？咁有個妹又好唔同嘅，咁可以同佢玩下，咁好開心。即係，但係我媽就話，我母親就話：你兩個已經夠晒活潑啦，唔使再生。咁啊，但係我記得我母親至少佢教導一件事嘅，佢話你哋兩兄弟千祈唔好打交。而家我咁嘅年紀，我母親我翻香港嘅時候，佢都仍然講類似嘅說話。佢就同我哥講：你一定要照顧、關照你嘅細佬。你去親邊度，一定揾埋你細佬一齊去。所以我哋兩個，即係我同我哥兩個，由中學到而家都未打過交，未嗌過交。好感謝主俾我母親有咁好嘅教導。其實生命裏邊最大嘅光輝係乜嘢咧？唔喺外在嘅輝煌，有時可能喺屋企裏邊，兄弟姊妹之間有一個嘅彼此關心嘅心。呢幅嘅相係睇到一個後生仔，佢用手扶住右邊佢嘅老父親，佢老父親揸住嗰個拐杖。佢老父可能係年紀已經好大，行動可能又缺乏，咁佢嘅仔就箍住佢阿爸一齊喺 Chinatown 嗰度行路。我仲記得我有一個親戚好 cute 嘅，見到佢同佢個仔一次喺香港嚟美國。咁我老豆戴眼鏡嘅，咁我老仔又戴眼鏡，但係個仔咧就瘦啲高啲嘅。咁每一次個老豆睄一睄個仔咧，個仔就好似好緊張咁，即刻好醒目，即係知道啲嘢唔好講，唔啱講。但係我見到佢哋兩父子好 cute 嘅關係，真係個仔就好同個老豆好似就係 friend 底咁，好 friend 嘅，即係好傾嘅。我見到佢哋兩個真係好開心嘅喺埋一齊。當然唔係每一個家庭嘅背景都一樣咁幸福。我感謝神俾我父親，佢係一個好慈祥嘅父親，但係其實佢唔完全嘅。喺每朝早，我哋住銅鑼灣嘅，以前銅鑼灣而家係崇光百貨後邊咁。後來舊樓即係政府收咗，所以我哋搬咗去北角。咁好多時佢經常會去維多利亞公園去晨運。我最深印象嘅就係佢一早6點半起身。咁我啲後生仔唔會6點半起身。咁我記得一次好深印象，我醒嘅時候已經8點幾9點鐘。咁嘅我父親已經去咗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但我有個好微小嘅印象，佢起身嗰陣時候臨出門口，佢拍一拍我膊頭，拍我膊頭，咁我今日瞓唔醒。拍完之後佢就行開咗去公園。哇！我嗰個印象好深刻。我阿爸冇，即係我父親冇鬧啊散我，點解仲唔起身嘅仔啊咁懶啊？佢拍一拍我咁，好溫柔拍一拍我之後就行開咗。我到而家仲記得，
我父親後來佢信主，感謝主，佢亦都返天家。但喺家庭裏邊呢個好小細微嘅溫馨嘅關係，帶俾人裏邊人間嘅盼望，遠遠嘅超過世上一切嘅榮華富貴。所以主耶穌話：你尋找你生命裏邊嘅光榮燦爛，唔好喺外邊揾，可能喺你屋企裏邊可以見到。喺約翰福音裏面13章，主耶穌講一句說話。當時主耶穌就嚟離開呢個世界，佢就講到話：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裏。我阿爺咧係好多年前移民嚟美國，1910幾年，所以我嚟美國嘅時候，佢已經年紀好大。但係我曾祖父咧，再早之前嚟，1900幾年，嗰陣時我肯定未出世。咁到我阿爺咧，其實係匿埋喺個酒桶裏邊，偷渡去嚟美國，匿埋喺條船嗰度3個月。點解咧？佢希望可以嚟幫佢父親，即係我嘅曾祖父嘅生意，因為我阿爺係大仔，所以佢就偷渡過嚟美國。咁我到我嚟美國嘅時候，第1年我去探佢，佢住喺芝加哥。佢就 show 俾我睇一個嘅 cast iron 嘅燙斗，因為我阿爺係開洗衣鋪，咁呢個就 show 俾我睇嗰個年代嘅燙斗係點樣嘅 cast iron， 唔係而家用電嘅。咁原來我阿爺咁辛苦嚟美國，就係想希望繼承佢父親嘅產業，繼承佢父親嘅產業。其實我哋有冇諗過，可能我哋咁辛苦嘅工作？後生仔都一樣，我哋希望心裏邊可能有個思想，希望我哋嘅父親會引我哋為榮。所以主耶穌呢度講到話，父既將萬有交在耶穌嘅手裏邊。主耶穌話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裏去。天父佢派主耶穌嚟，派佢親生仔嚟到嘅時候，天父有一個嘅心裏邊有一句說話，佢希望主耶穌可以成就佢父親留俾佢嘅心意。所以主耶穌嚟嘅時候，佢心裏邊朝頭早、晏晝、夜晚瞓覺，佢都諗住佢父親心裏邊嘅願望，佢希望能夠成就佢父親嘅願望。我諗起我阿爺咁辛苦偷渡嚟美國嘅，佢就好似希望佢能夠成就我曾祖父嘅願望一樣，繼承佢嘅生意。所以同樣，其實我哋人出嚟嘅時候，生出嚟嘅時候，我哋其實心裏邊我哋唔係好知，但係其實我哋想，我哋希望能夠成就上帝嘅心意。所以主耶穌喺呢一度講說話嘅時候，就係話佢諗起佢要返天上面去見父親，佢覺得有一件好重要嘅事要做。我要返去見返天父，佢俾我嘅託付，我需要成就，所以就講一件最重要嘅事情。佢就立即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就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當佢準備諗住自己都會離世嘅時候，上十字架嘅時候，佢就做呢一件事。佢認為呢件事係最重要，就係話叫門徒嚟到為佢哋洗腳。因為門徒彼得同雅各同約翰問嘅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再去你嘅榮耀裏邊呢？主耶穌話：你想入嚟我嘅榮耀裏邊，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有一件事好緊要，佢幫佢哋洗腳，佢踎低幫佢哋洗腳。大家正話睇到喺三藩市唐人街裏邊嗰個後生仔，
扶住佢嘅老父喺街行嘅時候，大家睇唔睇到神嘅榮耀喺裏邊散發出嚟咧？有冇人會留意到神嘅榮耀就喺裏邊散發出嚟？好難睇到。有冇人會留意咧？如果你睇到嘅話，你睇到神嘅榮耀。呢個係世上所睇唔到神嘅榮耀。其實神嘅榮耀係我哋好多時都睇唔到，因為我哋眼光睇嘅唔係呢啲嘅事情，我哋睇嘅係外邊嘅一切嘅榮耀，世上嘅榮耀。但係主耶穌話：你想尋找我嘅榮耀咩？你要將你嘅眼光轉視，係人世睇唔到嘅榮耀。所以佢就幫門徒洗腳。當一個人以愛心去服侍嘅時候，佢嘅愛心就洗淨一切嘅罪孽。唯有愛心就成全咗律法，唯有愛心就遮掩許多嘅罪，許多嘅罪都遮掩咗。係意思係咩咧？洗淨一切嘅罪。呢個城市一切所犯嘅罪，因為有愛心嘅緣故，都完全洗乾淨。我想喺呢度邀請我太太嚟 present 俾大家一份好有意思嘅，我哋以前收到嘅一份禮物，請佢上嚟。有機會可以再少介紹我太太，因為咧師母佢係我祈禱2年之後神安排俾我見到嘅太太。我俾你講。大家好。咁咧喺呢個咁即係榮耀咁靚嘅禮物盒入邊咧，係有一份禮物包住。呢個瓦器咧，其實係爛嘅，係破碎，但係外邊係好榮耀。係我哋以前咧喺有一個基督徒嘅電台送俾我哋每一次當我同我丈夫睇到呢一個破碎嘅瓦器嘅時候，令我哋諗起我哋就好似呢個破碎嘅器皿。但係當我哋願意俾神用嘅時候，佢嘅榮耀就可以喺嗰啲裂縫度出嚟。主耶穌基督因為我哋嘅緣故，成為破碎，完全被壓傷，以至於死。所以神嘅榮耀亦都完全喺主耶穌基督嘅復活彰顯出嚟。一粒麥子跌喺地上死咗，跟住有好多生命出嚟。所以神嘅榮耀喺啲裂縫係最容易走出嚟嘅，係破碎嘅地方。多謝。所以主耶穌講到話，神嘅榮耀有時喺你生命最黑暗嘅時候係最燦爛，因為神嘅榮耀就好似喺呢一個嘅瓦器裏邊，喺一個破碎嘅瓦器裏邊，甚至覺得係好黑暗嘅瓦器裏邊，神嘅愛就係呢個一個蠟燭咁樣點亮呢個瓦器，將呢個充滿黑暗嘅瓦器重新再照耀，再有生命，再有輝煌。呢個榮耀輝煌就係神嘅愛。我哋大家一齊做一個祈禱。
親愛主耶穌，我哋多謝你，感謝你喺呢度俾我哋體會到人生最輝煌、生命最有燦爛嘅時候，就係當你捨身嘅愛燃點喺一個破碎嘅心靈裏邊，一個甚至充滿黑暗、充滿絕望、充滿憂患嘅心靈裏邊，主耶穌，你願意嚟到我哋破碎嘅生命，願意再次燃點俾我哋盼望。你因為你願意將你嘅榮耀降臨喺一個破碎嘅生命裏邊，求主耶穌你嘅榮耀、你嘅榮光親自嘅臨到每一個人當中，每一位朋友、弟兄姊妹，每一個教會，使到教會裏邊再有盼望。奉耶穌聖名，阿門。